好，咁今日咧就呢個減肥腰帶，見唔見到啊？開箱啦，咁我哋打開箱嘅時候咧，又見到有啲唔同嘅說明書嘅喎，係啦，咁你可以睇呢個說明書啦。OK， 開箱之後咧，咁你就會見到咧有一個減肥 OK， 咁呢個減肥腰帶咧，佢咧就記住第一咧就係個 USB 充電啊，有個 USB 充電啦，咁佢另外有一個套嘅，個套咧。就記得套翻喺呢一個位喎，因為呢個位咧插唔到、洗唔到嘅。咁呢個帶咧，你就可以剝翻落嚟，因為會有啲汗味嘅。OK， 咁我哋咧就搣開咗呢一個膠紙啦，因為咧佢一定要掂到嗰啲肉咧，先至做到嗰個效果嘅。咁然後咧，你咧見到咧佢有兩條帶嘅，第一條係短帶啦，大概我見到有啲女仔咧，佢以為60幾 cm 嗰啲咧，就用呢一個咯。如果你度啦，超過70支。140度咧，就用呢一條長帶嘅 ，OK？ 呢條長帶咧，由內而外咁樣黐落去嘅。咁呢邊咧一樣啦，咁就可以黐到落去。記得喺入邊穿入嚟，咁左右都冇所謂嘅。咁我哋咧就擺喺個肚個位置啦。咁咧就喺後邊咁樣穿翻落去就得噶啦。咁咧就貼翻個位。如果咧佢擸咗呢度咧，你咪貼嗰啲咯。如果佢超過咧，就前啲咯。咁黐住，咁啲咧就要 OK。好啦，貼咗個肚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其實佢得兩個掣嘅啫喎，一個咧就係開關，咁你撳實3秒咧，其實佢就會着噶啦。着咗嘅時候咧，你睇到咧有唔同嘅模式嘅 M 咧可以轉換模式，按摩啦、熱敷啦，同埋塑身嘅。一般都係用塑身減肥嗰個模式，咁啊20分鐘啦 ，OK， 咁你可以按摩嘅，咁啊就冇嗰個減肥嘅功能，就純粹按摩嘅。熱敷就係咩咧？就係啲 M 痛啊，佢需要暖宮啊嘅方法。咁一般最多咧就係用呢個塑身模式。咁啊呢邊咧仲有一個度數嘅，度數就係咧你撳個開關咧，佢有1度、2度同埋3度嘅。咁一般我哋都用3度。咁亦都好明顯啦，我哋有把軟尺去度咧，平均朋友仔咧試一次20分鐘咧去減2 cm 度。有冇把尺啊？有把尺就屋企買個軟尺度咯喎。咁啊係啦，萬事萬靈隨身攜帶嘅。咁啊 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其實佢呢度咧，依家買咧就會送埋呢隻 Only Watch 嘅。咁呢隻 Only Watch 咧 ，OK， 佢咧亦都有個 USB 充電器嘅。咁你就喺背脊咧，佢呢度咧 ，OK， 有個磁鐵嘅。咁你黐住佢黐落去就可以充電噶啦。要連翻線，咁你側邊唔得嘅喎，佢傷佢嘅喎。你往翻呢邊磁石咧，插個 USB 就可以充電。咁呢一個AI 手錶咧 ，OK， 你摸咗佢啦，佢咧你撳掣，右邊有個掣咧。佢可以有顯示日期啦、鬧鐘啦、你嘅睡眠啦、壓力啦、體溫啦、血氧啦、心率啦，記錄唔同類型嘅運動。最勁就係咩咧？最勁就係佢有呢個 shaking massage， 佢咧可以開着佢嘅時候咧，同呢個 shaking massage 連線嘅。咁之後連咗線之後又點咧？佢咧就可以控制呢個 shaking massage， 而佢最勁咧就係有一個 AI 功能。佢就會將你手錶入邊所有嘅健康資料輸入呢部機度，然後咧佢有一個咧 AI 模式嘅喎，你往上推往下推有一個 AI 模式嘅。咁譬如你係高血壓啊、糖尿病啊、你嘅心率啊、你係咪減緊肥啊，定你有啲咩問題咧？佢就好似一個私人醫生、健身教練咁，因應你嘅身體狀況去調節一個模式，去幫你改善狀況。譬如係咩啊？肝有問題啊、尿頻啊、腎炎啊、腰痛啊，咁我就因應每個人唔同嘅形式，透過分析手錶嘅數據，行 AI 人工智能科技，幫你改善健康身體，係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都係一個掣搞掂嘅，呢個就 AI 模式啦。咁我自己咧隨時都帶住，咁啊充一次電可以用幾日啦，平均就係咁啦。咁你熄咧就好簡單嘅喎，熄咧都係50嗰個掣。